各位啲朋友好，今日要介紹一隻 IWC 嘅派樂嘅 chronograph， 咁啊3777，亦都係呢個比較早期少少嘅，因為佢個日曆啊，你見日曆用線型啊，咁就顯示咗3日嘅計時嘅星期日期，43mm標徑啊，一個就不鏽鋼嘅標殼，咁就拉絲打磨，小秒針咧就紅色嘅，咁就係呢個9點位，係啦，咁另外咧嗰兩個計時啊，就分別係呢個6點位同埋呢個12點位嘅阿拉伯數目字啊，咁啊1至11個三角形係12點位嘅，一隻設計非常之經典，亦都係出咗好多代嘅手錶，咁而家都仲出緊嘅，不過改咗透底同埋加上就自家機身，不過就相對當然貴好多啊。咁呢隻3777其實出咗好多年嘅，亦都有出咗藍面啊，其他唔同嘅咖啡色面啊，其他小王子都有嘅。係啦，咁一個就 IWC 嘅框啦，咁啊個計時就係2點同埋4點嘅。係啦，呢條特別在呢條鋼帶啊，呢條鋼帶其實做到非常之靚啊！呢條鋼帶如果係另外買咧，要過萬蚊㗎啦，所以就買個配鋼帶嘅，咁啊絕對非常之抵玩啦。咁啊鋼帶呢個撳掣就開啦，咁啊亦都有個微調嘅，呢個微調呢度撳落去，咁啊可以拉出拉入啊，非常之容易調校嘅，係啦，咁啊上手俾大家睇睇先。咁呢條帶就係咁長啦，應該都頗為長下啦。我帶都有咁多位，上手都非常之靚，一隻非常之經典嘅手錶，而且配鋼帶。咁另外我阿 Lam 就配咗一條呢啲咁嘅尼龍帶啊，深藍色嘅，咁可以跟埋嘅，係啦，咁啊一雞兩味啦，你可以配埋呢條尼龍帶都得嘅，或者你自己柯打其他唔同嘅帶都得嘅，皮帶啊。尼龍帶都可以嘅，咁亦都係啲帶，亦都係好簡單，完全有呢隻 size 嘅，咁啊配埋代用扣啦，咁都有得賣嘅，好平嘅啫。你自己上網 order 應該就100蚊內都有嘅啦，咁就可以玩唔同嘅錶帶。咁呢個錶就單錶一隻嘅，咁就冇盒冇證啦，25,000蚊係啦。咁啊中意朋友 WhatsApp 我咧，當然都歡迎換盒錶。如果你覺得平時皮帶唔係好啱你，呢隻要帶鋼帶，呢隻錶絕對啱你啊！同埋鋼帶其實做到非常之柔軟啦，非常之柔軟，亦都係非常之唔錯嘅。多謝各位。